大家好，我係蘇神。呢個頻道咧只做一件事，用退休嘅角度實地獻去中山唔合適長期居住嘅樓盤。做人咧就本來要開開心心嘅，但我今日講嘅嘢咧可能會令你唔快樂。點解咧？因為2026年一開波，中山就有成109個新樓盤衝晒出嚟，發展商就被毒打到嘔血，但佢哋仲要揾你哋呢啲港澳嘅街坊做最後嘅韭菜。如果你唔想辛苦一世賺翻來嘅退休金，最後變成一堆賣唔出、住唔到嘅鋼筋水泥，呢條片一定要睇到最後。我要話你知，點解有啲樓盤大劈價50%都唔好賣。喺上硬菜之前呢，我哋先從呢幾張圖片開始，整體了解下過去嘅一年中山新房嘅市場。2025年中山住宅共網簽成交16225套，網簽成交面積約184萬方，同比下滑20.8%、18%。同往年嘅數據對比，今年唔單止係近10年來住宅網簽數據最少，同時亦係新增供應量最少嘅一年。另外一方面，2025年中山新房市場咧有一個明顯嘅特點，就係改善嘅崛起。從數據顯示，2025年中山住宅新增同網簽量均以100至120方嘅戶型為主力，佔比近40%。80至100方嘅戶型咧，供求量佔比有所下滑；80方以下嘅戶型咧，供求量更加少。大家可以睇下呢張圖。東區第四代住宅保利朗業同埋石岐嘅建華龍華香山莊入市唔到半年左右就創低咗驚人嘅銷售成績，分別以289套、285套嘅網簽量排行第10、第11個位置。有個奇怪嘅現象，第一、第二名居然唔係市區盤，而係遠郊盤，甚至係邊皮位。一個字，絕！噔噔噔噔，係榜一大哥三鄉鎮嘅華發觀山水，網簽咗741套；亞軍就係神灣鎮嘅遠洋華發利，網簽咗615套；季軍就係坦洲嘅錦繡國際花城，網簽咗596套。大家有冇發現呢三個盤係邊度嘅客群呢？冇錯，就係港澳嘅街坊。差唔多2000套裏頭咧就有1004套，大約佔咗70%嘅一個比例。喺之前條片就解釋咗點解香港人最愛華發觀山水，呢度咧就唔多講啦。想了解嘅可以睇翻我之前條片，主要都係想講下有香港之稱嘅遠洋繁花利，因為有90%嘅街坊買咗呢度，即係10個客裏頭咧就有7個係佢哋。呢個數據相當誇張，比華發觀山水仲要多出1半嘅佔比，所以重點攞出嚟講。首先講下呢個遠洋嘅發展商，央企嘅背景，香港上市，世界嘅500強，喺2025年入中山嘅，打造咗200方嘅城市嘅標杆項目遠洋城，深耕咗20年。開發咗19個項目，市區都有唔少嘅佢嘅樓盤，西區嘅遠洋一方，南區嘅遠洋天柱，石岐嘅遠洋風景等等。聽到呢度係咪覺得仲唔錯呢？唔 show 下 call 你點會氹到你落答呢？之前咧就有個 T 先生向蘇神拜年，就 set 咗條片俾我，咁我就同大家 share 下，睇睇佢點講嘅。各位觀眾朋友。咁咧 ，T 咧而家就嚟到神灣鎮嘅呢一個遠洋繁花利啦。咁啊，呢個項目咧，亦都係被啲所謂嘅中介稱之為養老度假勝地嘅地方啦。但係大家可以見到啦，周邊其實咧係一片荒蕪嘅，乜都冇嘅。咁啊，呢個項目嘅呢邊就已經係到咗呢一個遠洋繁花利噶啦。咁啊。雖然話呢附近咧就山清水秀啦，自然環境啊、空氣各方面都係好嘅。咁啊，但係咧90%嘅中介佢都唔會同你講嘅係咩咧？嗱，
佢呢度前面咧有兩個大型嘅一個工業區啊。咁啊，我哋咧就而家跟住 TT 嘅一個鏡頭啦，就去將呢一個項目呢個咁嘅遠洋繁花里一探究竟啦。咁啊，呢條路咧就大家可以見到啦，農村 feel。咁啊，即係我唔明白，即係大家嘅心態係乜嘢啦？可能我喺城市慣咗啦，我見到咁樣嘅一個鄉村風格呢種咁嘅項目咧，就算免費送俾我都係唔會買嘅。我唔知你哋嘅諗法係點樣樣啦。咁啊，而家咧就一路兜，咁啊，仲有200-300米就到呢一個遠洋繁花里啦。即係其實可能呢個項目咧就叫做佢哋稱之為叫智慧一城啦。周邊方圓嘅可能2公里內都係冇大型嘅商業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呢一個遠洋繁花里嘅一個商業街啦，即係後面嘅一個商業街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啦。嗱，其實係冇乜嘢叫做商家開業嘅。咁啊，一路咁兜過去，呢度就係遠洋繁花里嘅其中一個門啊。咁你大家亦都可以睇翻啦，呢度嘅所謂嘅商業你見到好多啲招牌唔係嚟噶，呢啲只係販商嘅一個障眼法好多係冇開嘅。咁啊，TT 其實粗略睇咗下啦，如果餐飲類嘅應該係5-6間左右啊，其他咧就係啲咩裝飾家私家電呢啲類型嘅一個商家喺呢度啦。咁啊，兜翻嚟呢度啦，門口咧就有呢一個繁花里超市，咁啊，售後部嘅位置亦都喺呢度啦。咁呢個咁嘅繁花里嘅超市咧咁啊，應該係可以滿足得到各位啲嘅一啲生活需求啦。OK，咁我停車。啱先大家咪睇到山清水秀啊！我哋退休唔等於去耕田，入面 T 先生就講到過，俾錢我都唔會去嘅，係誇張咗少少，但係佢講到都幾啱嘅。你所睇到嘅嘢都係人哋想俾你睇到嘅嘢，各種嘅包裝，例如大巴、香港直通車，片區內唯一一個直達太子荃灣，日日發車，日日呢2個字用到相當好，真係一日一班車。蘇神就專登問過銷售，呢個直通巴係咪你哋投咗錢落去㗎？佢哋嘅回覆呢，的確係投咗少少錢落去，交咗俾人哋去營運。OK， 各位街坊，你哋點睇呢？覺得會一直開落去嘅，評論區就扣1；覺得唔會開落去嘅就扣2。我衷心就希望開得落去，唔係嘅話又有人中伏啦。呢個都係我最唔情願想睇到嘅。好啦，睇翻成個項目，位於中山嘅神灣鎮外沙工業大道28號，佔地38.2萬方，建築約118萬方，總嘅戶數咧就有8000房，有別墅有洋房，在售光鏈種田，面積有79、89、98、109、118方，即係850至1270尺，60-70萬就有間成村尺嘅屋苑啦。哇，好抵，好平。然後銷售同你講，喺香港你可以買得到咩？直擊你嘅心理，你開始喪失咗判斷。再加上售樓部嘅氣氛，大家都買，冇可能你唔買噶。到時候你喺度住，順便開埋間茶餐廳或者咖啡店，簡直係一舉兩得啊！但係理想係豐滿嘅，現實就好殘酷。發展商嘅宣傳100%嘅商家鎮住，蘇神就睇過，唔係那麼一回事。大家睇下，除咗門口呢間繁花里嘅超市開咗門嘅，幾多商家關晒門。啲商鋪嘅招牌咧就幾有港式嘅風味，燒臘店、養生館。依家係晏晝嘅5點零鐘，想食個嘢都冇晒地方。對面咧就係啲工廠嚟嘅。如果係啲業主抌咗錢落去裝修，分分鐘又蝕咗幾十萬。
大家要明白一樣嘢，任何商業首要嘅條件係要有人，呢個係基本邏輯。再加上大環境影響，可以維持成本就已經唔錯啦。交咗樓已經2-3年啦，入住率並唔高，大概就2到3成。一個大裝修嘅正常盤基本都要5成起步，即使你唔住都可以租俾人哋，因為隔離有廠。如果人哋都唔租，就得一個原因，收入同樓價唔成正比，打工一族根本租唔起你啲貴價樓。同樣反映出咗一個問題，以後啲樓好難有人接手，就算你搬家都要諗過度過，因為依家市區嘅新樓都係跌咗一半價。嗱，上期就講咗石岐嘅展銳工業灣從2萬1腰斬到1萬1，直接蒸發咗100萬起步。想了解市區嘅樓盤跌價最勁嘅或者詳情，評論區打上66。明白。好多中介話快啲買啦，買添貨啦。咁蘇神咧直接攞數據同佢對質。中山依家一手嘅庫存咧係43000幾套，二手掛牌仲誇張，超過7萬套。我依家每個月賣過1800套嘅速度，單係消化呢批貨都要49個月，即係足足4年幾啊！咁多樓究竟邊個住？中山嘅常住人口得450萬，平均每個人消化一套先可以賣得晒。所以我講超過80%嘅樓盤其實都係買唔過嘅。點解香港嘅街坊最容易中伏？因為你哋仲用香港嘅思維嚟買大陸樓，你哋中意望海、望田、望開揚嘅地方，但係大陸人買樓咧只睇4樣嘢：醫療、地鐵、商業、學區。咁蘇神就教你退休一定要睇生活半徑。好多盤你睇嗰陣咧就有樓花，你買完之後咧，發展商為咗慳錢，由一日嘅5班縮減為1班，最後直接停賣。仲有啲所謂嘅商業街，其實好多都係發展商免租請人哋過嚟做嘢嘅，免租期一個，商鋪執笠，連買棵菜都要半個鐘頭揸車去買。呢啲叫退休咩？呢啲係叫荒島求生啊！我哋講下具體例子，例如錦繡海灣城，當年吹到心通通道，一落就到，結果行過去要10幾分鐘，而依家二手跌到4-5千蚊一個方。仲有江月灣，雖然有3號大劈價，從2萬1跌到11000，但你要睇清楚，隔籬有工廠同埋輕軌，噪音你受唔受得到？仲有華佛觀山水、蘭城鷺島香山小鎮，呢啲所謂嘅網紅盤，全部都係專門為港澳客設計嘅遠郊大盤，本地人根本都唔會買。你第時想買俾邊個呢？買樓唔係買部車，買錯真係會令你血本無歸。蘇神做呢個頻道唔係想斷人財路，而係想幫大家守住棺材本。睇樓前一定要諗清楚我講嘅4點：醫療近唔近，生活方唔方便，人氣旺唔旺，物業做得好唔好啊？如果你手頭上有心水盤嘅，唔知道買唔買得過，留言區寫低，我實地去幫你勸退。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新嘅一年祝大家買樓唔中伏，退休有安樂茶飯食。我哋下期見，拜拜。